歡迎大家嚟到契媽講故事嘅頻道。今日要講憂傷的烏龜嘅故事，請各位小朋友合上眼睛，跟契媽一齊進入故事王國啦。從前有一個美麗湛藍嘅海灘，海灘上面住咗一隻小烏龜。小烏龜佢平時最鍾意乜都唔做，匿喺大石頭嘅陰影下，縮入龜殼，聽海浪嘅聲音。呢一日，佢依然匿喺大石頭嘅陰影下，匿喺龜殼入面，喐都唔喐。喺呢個時候，海浪將海星沖上海灘，海星失去咗海水，好快都會失去佢哋嘅生命。咁啱呢個時候，小烏龜伸咗個頭出嚟，望咗啲海星一眼。海星發現咗小烏龜，即刻請求小烏龜嘅幫忙。救命啊！請你幫幫手，送我返屋企啦！小烏龜平時雖然唔係好鍾意喐，但係佢都知道面前係生命危急嘅情況，要盡力拯救海星啊！小烏龜一步一步咁走向海星，一路行，佢發現海灘上有更加多嘅海星，每一隻海星都向佢求救。佢好想幫晒每一隻海星，但係佢行咗好耐，好耐都未去到第一隻海星身邊。佢一直行，一直行，唔知過咗幾耐，海星嘅呼救聲越嚟越細，慢慢慢慢，海灘又重新安靜落嚟，太陽都落山啦。小烏龜終於都嚟到第一隻海星嘅身邊，可惜嘅係，海星已經冇咗反應。小烏龜用盡全力將海星帶返大海，但係海星依然喐都唔喐。小烏龜擰轉頭望住海灘上寂靜嘅海星，小烏龜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啊！佢縮返入自己嘅殼入面，同自己講：都係殼入面最舒服。我以後都唔出去啦。就係咁，小烏龜喺殼入面一直瞓，一直瞓，唔經唔覺已經嚟到第二日嘅中午，烈日當空。小烏龜知道自己應該要去啲陰涼嘅地方，但佢真係好驚，好驚啊！佢好驚伸個頭出去，自己又會遇到啲解決唔到嘅問題。佢用盡全力都冇辦法伸個頭出去啊！佢發現自己已經冇辦法好似以前咁緩慢咁前進。小烏龜以為自己會就咁樣喺炙熱嘅海灘上失去生命，佢靜靜咁等待生命結束嘅一刻。喺呢個時候，佢聽到海浪嘅聲音。大海乜都冇講，只係用自己嘅身體一次又一次咁擁抱小烏龜。夜幕低垂，大海成晚不眠不休咁陪伴小烏龜。小烏龜依然冇辦法伸個頭出去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，小烏龜依然困喺佢嘅殼入面，大海依然繼續陪伴小烏龜。慢慢慢慢，小烏龜心入面開始出現對大海嘅好奇同埋感激。佢好想知道點解大海會對自己咁好。佢都知道自己應該要多謝大海對佢嘅幫助。終於有一晚，小烏龜喺殼入面細細聲咁問大海：大海啊，大海，點解你要幫我嘅？大海同小烏龜講：我只係做咗我想做嘅事，就好似你想幫助海星咁。可能我未必救到你，但係我知道我可以做嘅只係盡力而為。小烏龜聽到大海溫柔嘅聲音，心入面多咗一份力量。雖然佢未可以伸個頭出去，但係佢知道呢一日
最終都會嚟臨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小朋友，如果你鍾意呢一個故事，你可以 like 呢一段片，亦都可以訂閱契媽講故事嘅呢個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